究竟屋企有啲乜嘢嘅元素先至可能養育出理想嘅孩子呢？我就嘗試揾9位家長，每一位家長都寫低佢哋覺得最重要嘅元素係乜嘢，喺塊方片度。而呢塊方片後邊其實係有一個圖案嘅。姑勿論呢9位家長，佢將佢哋嘅元素擺喺任何一個位置，呢個通窿嘅架上邊，只要佢哋放啱，隨意嘅放，隨意嘅。咁喺呢個9個重要嘅元素嘅背後，每一次都係喺呢個9個元素嘅背後，就係培養出理想孩子嘅秘訣。每一次都係咁嘅。想知道嚟我嘅講座，我哋一齊分享。